Hello， 大家好。咁呢一場歐霸盃8強首回合對住里昂作客嘅比賽呢，最後都係以和局作結嘅。咁今場奧納納一場入邊兩個關鍵嘅失誤呢，搞到隊波係冇辦法拎住領先嘅優勢去到次回合。咁啊變咗呢，要留到之後去到奧脫福嘅主場呢，再同里昂一決勝負嘅。咁呢條片一樣會同大家分析翻個別球員嘅表現啦，賽後總結，同埋簡單講下下一場呢作客紐卡素嘅比賽。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呢，咁啊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咁我而家呢就忙緊1000訂閱嘅，咁啊已經完成咗3/4噶啦，咁剩低1/4呢就要靠大家去幫手支持我啦。咁我哋廢話唔多講，即刻去片。咁呢一場對住里昂嘅比賽呢，繼續都係沿用翻上一場對曼城嘅陣容嘅，龍門繼續都係奧納納，咁左邊呢係約羅，中間係麥佳亞，右邊呢係馬沙拉奧，一隊中場係烏加迪搭住卡斯米路，咁左翼位係多古，右邊呢係達洛，而正前嘅3個呢分別都係加拿祖啦、班奴搭住正前嘅海倫嘅。咁而且之前大部分受傷嘅球員，例如係巴言迪亞啦、蘇爾或者係文奴等等呢，都已經開始翻嚟一隊咧，可以喺後備準備到隨時上陣噶啦。咁雖然呢一場嘅比賽最後係打和呢，都算係意料之中嘅結果。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其實應該呢係可以拎到2-1甚至2-0嘅賽果，係可以更加 firm 咁樣呢去打次回合嘅比賽嘅。咁但係因為而家打和呢，變相下個回合去到奧脫福主場都好呢，仍然會好多變數。咁而且原本以為上一場係有輪換嘅舒克斯同埋曼治呢，今場會放喺正選，或者會係有更加多嘅時間出嚟。咁但係最後呢，都係用翻海倫同埋加拿祖呢個攻擊組合嘅。咁但係一樣呢，今場踢出嚟嘅效果呢，攻擊落嚟呢都係表現得非常之疲弱，而且非常之低效嘅。而奧納納喺上半場嗰個罰球呢，咁撲救時機同埋預判位置上係明顯有失誤，咁亦都可以話係因為對手呢有少少影響到佢呢，導致佢會誤判咗個波嘅來勢。咁但係呢，呢一季或者由上季開始以嚟呢，輸呢啲波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咁點解仍然會一而再再而三咁輸同一種輸法呢？咁而且下半場第2個失波呢，更加係因為佢撲救嘅手法做得唔夠好，咁俾對手咧可以喺門前補射到，喺完場前追和。咁呢一個或者呢2個咁樣嘅犯錯咧，我覺得係絕對可以避免。咁亦都咧係可以令到球隊由本身和局變到可以拎住1球甚至2球嘅優勢咧，去進入下個回合。咁但係而家打和咗咧，就乜都冇得講啦。咁今場和波呢，老實講踢得好嘅球員真係得唔係好多個嘅啫。咁而其中一個踢得比較好嘅呢，就係約羅。咁見到今場呢，佢終於成功收穫到加盟曼聯之後嘅第一個入球，咁啊一定要恭喜佢嘅。咁而且見到佢嘅水平呢，其實係一路咁進步，特別係喺呢1-2個月以嚟呢 keep 住有唔同嘅正選機會啦，亦都開始面對更加多唔同類型嘅前鋒或者係一啲進攻組織。咁明顯見到佢喺經驗上啦，或者喺啲判斷上咧，係做得比較好嘅。咁而且我覺得佢好嘅地方係咧，係佢本身左中堅呢個位置咧，就係佢最好嘅位嚟嘅。咁但係都見到佢喺適應上或者喺學習能力上咧，都比較強嘅。咁加上今場見到佢後上助攻，不論係腳下嘅盤扭啊，或者射術其實都唔錯。咁甚至咧係有機會可以梅開2度嘅。咁睇翻數據咧，其實佢今場咧就真係唔似一個中堅嘅，係甚或至似一個大刀侍衛咁樣。其實有更加多嘅時間咧，係會喺後邊上到嚟，入到 final third 嘅位置咧參與進攻。咁亦都見到咧有1-2次係直接拍入禁區嘗試起腳嘅。咁當然喺完半場前嘅嗰一下有少少混亂，然後由烏加迪叫做半射半傳咁樣去到佢個頭度，佢再頂入呢。咁呢個當然時機或者位置上呢，都係有啲恰到好處啦，叫做。咁呢個我相信呢，重複多5次10次咧都未必做到嘅。咁但係有陣時呢，運氣嘅嘢呢，就真係話嚟就嚟嘅。咁上半場有約羅完場前嘅追平之後呢，亦都有下半場舒克斯後備入替頂入第2球反超前嘅。咁見到其實舒克斯呢後備上陣呢，作為奇兵呢，其實都真係屢見奇功。
咁而且咧亦都證明咗，不論係盤帶、射術或者係做支點嘅作用咧，等等唔同嘅能力都係比海倫更加全面嘅。咁亦都見到咧，其實舒克斯同般奴嘅配合互動嘅效果咧，都真係幾好。咁亦都成功咧，為球隊將個比數係追到反超前嘅1-2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只係冇辦法 keep 到呢個比數去到完場嘅啫。咁而且我覺得咧，舒克斯嘅呢種特性咧，喺有需要嘅時候作為戰術調動嘅時候拎出嚟換入嚟，作為一個突破點咧，係經常都幾有效果嘅。咁但係好可惜嘅時候咧，就係如果舒克斯調翻轉打正選咧，其實個效果就冇佢踢後備換入嚟咁有效。咁變咗咧，長遠嚟計都係要有一個穩定輸出嘅前鋒或者前線球員咧，先可以，然後配合埋舒克斯，有陣時可能後備換入嚟，或者係輪換嘅時候咧，去交替使用咧，咁先係最好嘅辦法。咁但係當然長遠嚟講咧，仍然係要等到去下季轉會窗咧，先可以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做到呢個操作嘅。如果唔係繼續都係用海倫啊、加納祖呢一類咁樣嘅球員咧，咁相信下一季要做到更加多嘅嘢咧，仍然係非常之有難度嘅。然後要再講下今場嘅中場線啦。咁其實今場中場入邊咧，只係得般奴嘅表現咧係比較正常嘅啫，而烏加迪同埋卡斯米魯嘅表現咧都一樣係比較弱同埋比較差嘅。咁而且睇翻數據啦，其實般奴今場嘅傳球成功率咧係可以話接近創新低，係得 58.2%。咁當中嘅原因咧，亦都係好似啱啱提到咁，因為今場中場嘅表現比較差啦，導致整體嘅控制力上比較弱嘅。咁而且咧喺場面上一路冇佔到上風，咁變相咧有好多時間，當喺後場拎到波嘅時候咧，係需要直接向兩邊做長傳，交俾多古或者達洛去跑嘅，或者係直接長傳去到對手中堅身後咧，去俾前面嘅海倫去哨。咁但係變相咁樣做咧，其實個傳球成功率係一定會好低。咁而且好似啱啱所講咁樣嘅長傳一嚟係好難可以做到有效攻勢之餘咧，好似海倫佢本身呢一種做支點作用唔算特別好嘅前鋒咧，咁冇一個好嘅接應點嘅時候，有呢啲長傳都好掉到上去，佢攞唔穩或者係直接第一腳就推甩咧，咁變相其實就算攞到都冇乜用。咁更何況佢哋本身咧作為支點嘅作用亦都冇嘅時候咧，冇一個有效嘅接應點咧，其實般奴呢啲長傳咧變相好多時都係浪費咗個控球權同埋進攻機會嘅啫。咁雖然今場中路嘅表現唔算特別好，咁但係右手邊嘅兩位球員表現咧繼續都係唔錯嘅。咁特別係馬沙拉奧啦，咁一如既往咧都係表現發揮得非常穩定嘅。咁傳球成功率一樣都係保持到喺90%以上，咁而且咧都係隊入邊其中一個觸球次數最多嘅球員，咁亦都係代表咧基本上除咗般奴之外咧，其實馬沙拉奧就係球隊入邊傳控嘅第二個核心嚟嘅。咁而且防守數據上一樣係交到全場最多嘅3次 tackle、4次 block 同埋4次 clearance。咁呢3個數據咧都接近係防守上全隊最多嘅數據嚟嘅。咁可以話咧，佢而家喺右中堅嘅位置咧，雖然唔係佢純粹最天然右閘嘅位置，咁但係依然咧都係發揮得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同右翼位嘅達洛喺右路一齊防守上咧，都開始越嚟越合拍。喺一前一後或者係邊個要負責標，邊個負責包圍呢一樣嘢咧，其實都見到佢哋慢慢去拍落嚟之後咧，個默契係越嚟越好嘅。咁亦都因為馬沙本身都係比較少失誤嘅球員啦，咁其實都一路穩定嘅發揮咧，導致其實右路都係好安全，唔需要點樣咧去太過 care 有冇需要去特登去再特別去布防嘅。咁但係當然馬沙拉奧都有佢自己明顯嘅缺點嘅，就係面對住一啲盤帶速度快而且力量夠好嘅前鋒咧，佢都真係幾難去防守。咁就例如係今場面對住對面咧69號格魯吉亞嘅前鋒咧，咁其實佢不論係速度啦定係力量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咁而馬沙面對住佢咧，其實有幾次都係落下風，咁純粹係靠經驗再加埋達洛幫手包咧，先至冇令到佢有做到非常之多嘅威脅嘅啫。咁但係喺嗰一場嘅比賽入邊咧，佢仍然係做到唔少嘅威脅咧，係嚟自我哋呢邊嘅右路嘅。咁正所謂咧，花無百日紅，咁放喺足球上都一樣嘅啫。過咗巔峰嘅卡斯米魯咧，就都冇辦法可以保持到咧前幾日對住曼城嗰個咁超級嘅表現。咁而且見到咧，可能係上一場踢足之後咧，今場又要再繼續踢咧，喺體能上明顯係有下降之後，係都幾跟唔到上節奏嘅。
而且咧亦都好少有見到卡斯米路今場面對住所有 50-50 嘅爭奪咧係全部都輸晒，6次入邊咧係一次都冇成功到。咁純粹係喺其他嘅防守上咧有參與到部分，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唔算太突出嘅。咁而且另一邊嘅烏加迪冇乜狀態啦，咁變相咧其實一隊防中喺個防守力上邊咧都係比較弱。咁變相今場嘅中場同對面嘅中場嘅對碰咧，其實一路都係保持劣勢嘅。咁甚至其實卡斯今場咧，亦都出現咗啲冇乜壓力下嘅傳失同埋犯錯。咁變相我都係覺得咧，卡斯米路雖然係仍然係有經驗同埋有路數去做防守，咁但係的確咧年紀開始大咧，體能係慢慢跌，都冇辦法真係 keep 住咧場場去用嘅。咁都需要係靠烏加迪或者其他後邊後生嘅球員咧去幫補下先得。咁但係要點樣輪換或者點樣善用卡斯米路咧，就對於阿摩廉嚟講咧，真係一個幾重要嘅課題嚟嘅。咁而且喺嚟緊下一季咧，卡斯米路應該都唔會離隊噶啦。咁所以嚟緊下一季點樣去 plan 去用卡斯米路呢一個球員咧，我覺得都真係仲係好重要嘅。咁講晒大部分中後場嘅球員之後咧，就再要講下今場踢得差嘅兩位前場球員啦。咁加拿祖啦，其實都係好似早幾場嘅表現咁樣啦，一時好一時壞。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佢都係有好多進攻組織上嘅問題，例如係喺進攻時候嘅一啲決定，或者係傳球嘅時機咧，都係差嘅。咁好記得咧，有一下就係3個人3打2嘅情況下，然後加拿祖攞到波一路推，然後咧本身應該要俾波嘅嗰一下咧冇俾到，當再推嘅時候咧，班奴已經收咗步，佢先決定去俾落班奴度，然後俾得唔好，咁咧反而佢去怪班奴點解攞唔到或者攞唔好，就而唔係咧知道自己係俾得唔好。咁我相信呢一個咧係絕對係關本身一個球員嘅傳球視野同埋球商視嘅，而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喺短時間喺後天嘅情況下咧要加強係好難。咁變相咧佢而家係有陣時會有一種進攻終結者嘅感覺。咁再加上有陣時佢有啲獨食嘅問題，咁我覺得咧現階段如果加拿祖要作為一個進攻點去擔大旗咧，仍然係未得嘅。咁而且見到今場其實加拿祖都冇做到啲乜嘢防守上嘅參與啦，基本上 tackle、intercept 或者 ball recovery 呢啲等等嘅數據咧，全部都係0。咁即係代表佢已經唔需要點樣去參與防守嘅情況下，仍然冇交到一定嘅進攻數據咧。咁變相其實前場咧可以做到嘅嘢真係好少。咁其實就係成場去到換入曼治同埋舒克斯之前嘅縮影嚟嘅，就係前場基本上攞到個波做唔到上去，然後做到上去咧又起唔到腳，或者唔識點樣喺 final third 嘅位置度繼續做落去射門等等。咁呢一個咧就係海倫同埋加拿祖而家嘅問題嚟嘅。咁講完加拿祖就當然仲有海倫啦。咁因為海倫今場嘅表現咧，其實都係相當之差嘅。咁雖然今場就叫做有交到2次嘅 key pass， 亦都有2次嘅射門，咁都係有一個少少嘅嘗試啦。咁但係整體你見到佢上陣踢咗62分鐘，只係僅僅交咗4腳波，即係平均咧佢每15分鐘先俾到1腳波，而且咧足球嘅次數都係得8次啫。咁但係只係呢僅僅嘅8次咧，已經控失咗2次啦。咁以比例上嚟講咧，已經去到 25%， 咁都係非常之誇張嘅。咁而且都係嗰句啦，本身防守上佢已經冇乜需要參與噶啦，而喺進攻端上咧，佢亦都做唔到啲乜嘢嘅時候，咁不論係走位啊、入攝啊，或者係一啲真係擺到去口噶啦嘅一啲叉燒機會咧，佢都係起唔到腳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曼聯而家嘅問題啦。即使係做到組織可以拱到入 final third 都好咧，咁但係喺臨門一腳或者喺禁區入邊要點樣處理、點樣起腳咧，係冇一個球員可以做到嘅。咁即使你話咁換青年軍嘅 Obi 上嚟，咁咪可能得咯。咁可能喺短時間之內咧係會做到一啲效果嘅，因為始終作為一個新仔忽然間上到嚟咧，唔同嘅球員要應對佢咧，仍然係要需要時間適應。咁但係整體效果，作為一個咁後生咧，除非佢係美斯咁嘅級別，如果唔係你想喺進攻上咧有質嘅飛躍咧，呢一樣嘢係絕對冇可能。咁所以咧嚟緊嘅呢一季剩低嘅時間咧，仍然要睇海倫到底仲有冇辦法可以成長啦。如果唔係咧，我相信季尾借走或者甚至直接賣走嘅機會咧，都係相當大嘅。
咁去到最尾又點可能會少咗我哋今場嘅主角娜娜呢？咁今場其實對手咧都只係得5次嘅機會射中籠，咁而娜娜咧有2次撲救唔成功，而嗰2次嘅唔成功咧，其實都係佢自己嘅犯錯嚟嘅。咁首先第一球就係啱啱一開頭都講過噶啦，係因為罰球嘅落點預判錯咗，而且咧佢係用張開手嘅形式咧諗住去撳低個波，而唔係直接用手錘打出去清波，咁導致咧喺個位置上錯咗啦，個波彈地再彈飛起嘅時候咧就直接入咗網。咁呢個好明顯咧係佢對於個波嘅來勢預判嘅失誤嚟嘅。而第2球咧可以話係有少少遮線啦，係一個勁射嚟嘅。咁而且其實佢都撲出到第一下，咁但係就因為咧佢本身準備得唔夠，嗰個落地嗰下咧做得唔夠快，咁而且咧喺個撲救嘅手法上咧亦都係有錯，咁導致咧個波係彈出不遠，俾對手咧喺門前執雞追平嘅。咁而大家都可能會喺網上呢1-2日會有見到啦，就係奧納納嘅數據咧對比起近代嘅所有曼聯門將咧都係要差嘅。係可以話係歷代最差，咁甚至咧對比起早10年前嘅迪基亞，大家都知道10年前嘅曼聯防線係有幾性感噶啦，而其實而家我哋嘅防線咧，相對以前已經係比較好噶啦。咁而喺兩者之間咧，迪基亞仍然係有大部分嘅數據咧，都係好過奧納納，甚至有1成甚至2成嘅數據差距。咁都可以見到，其實奧納納喺作為一個強隊入邊嘅門將咧係絕對唔夠嘅。咁而我覺得咧，對於我自己嚟講咧，係絕對有需要換龍門噶啦。不論係換巴言迪亞或者係換其他青年軍嘅龍門都好咧，我都真係唔太希望下一季嘅正選咧仍然係奧納納嘅。咁因為買佢翻嚟嘅時候話佢係一個全控型嘅龍門，咁喺坦克嘅時代佢係有做到嘅。咁但係做得唔夠好，而坦克亦都走咗啦。咁去到而家阿摩連嘅時代，唔再咁講求絕對嘅全控，咁而需要係更加多同中堅嘅配合，或者係需要鬥心啲去做一啲類似清道夫嘅角色，唔需要下下都攞住個波嘅時候，咁其實佢嘅功能係咪已經失咗效呢？再加埋佢一啲長傳嘅準程度，或者係有陣時一啲出型嘅決定呢，講真都係比較係去到業餘嘅水平嘅。咁我唔明點解一個能力唔算特別好嘅龍門可以有一個咁頂級嘅待遇呢？咁呢個真係唔明白。咁而且我覺得如果曼聯嚟緊要進一步改善成績，除咗喺前鋒嘅入球把握能力要買一個好嘅前鋒之外呢，我覺得龍門都係一個比較 urgent 要處理解決嘅位置嚟嘅。咁最尾再總結下呢一場對住里昂首回合嘅作客比賽，咁我覺得咧其實兩邊踢落咧都係似5-5波嘅，咁但係其實實際上我覺得里昂踢出嚟咧係略勝一籌，可能就係大概 45% 比 55% 咁樣嘅比率啦。咁同控球百分比咧，我覺得都係反映翻本身成個比賽出嚟嘅格局。咁但係個事實咧，其實曼聯係真係有比較好嘅機會去創造入球，咁而里昂咧其實真正嘅威脅係比較少嘅，2個入球其實都係嚟自奧納納自己嘅犯錯先會入，而其他時間咧其實對面嘅前鋒把握力或者係一啲真係有威脅嘅射門其實係唔多嘅。咁但係講話咁講啦，咁始終都係作客，咁首回合咧可以拎到和局都係可以接受嘅，咁只係冇辦法拎到一啲入球優勢去帶去下一回合喺主場嘅時候呢，咁係叫有啲可惜嘅啫。咁令到下一輪嘅次回合呢，仍然係會有變數。咁但係我覺得球隊咁樣整體嘅表現和局呢係合理嘅。咁加上只要我哋今場係冇輸得好犀利呢，咁其實下一回合去到主場係仍然有大機會呢係可以贏到晉級嘅。咁但係喺龍門呢一方面呢，我覺得就真係要認真考慮去換啦。咁因為奧納納其實喺呢2年一路落嚟嘅表現呢，一路都係唔穩定，冇俾一個有信心嘅表現出嚟呢，話到俾球迷知或者會話到俾教練知呢，佢係真係一個絕對可以信任嘅防守大將。咁而且呢，我覺得教練係好認真咁要考慮呢，
次回合嘅正選人選。咁因為咧，如果繼續用海倫同加拿祖兩個人咧，佢哋咁樣嘅表現咧，要贏里昂係非常非常之難嘅。即使係主場咧，如果係用佢哋兩個人嘅話，我都唔敢想像會有啲咩入球嘅畫面出現到。咁而我覺得咧，與其係用9+17呢兩個人咧，不如就用翻 7-11萬字加舒克斯。咁可以見到其實佢哋兩個連續2場換出嚟，都係有做到教練希望換入嚟想做嘅效果，亦都真係咧係有創造到入球嘅。咁我覺得下一個回合就真係可能要認真考慮下萬字同埋舒克斯咧兩個擺喺正選咁打啦。咁簡單講下一場對住紐卡素嘅比賽。咁因為紐卡素咧今季仍然係有非常之大嘅機會係有歐冠嘅資格嘅。咁因為而家前4咧仍然係有好大嘅希望。咁所以咧戰意就一定係佢哋比較強嘅。咁而且曼聯因為今場對里昂嘅比賽冇辦法喺作客有任何入球優勢啦。咁次回合咧就一定要 all in 全力以赴。咁所以咧呢一場嘅英超比賽，我覺得甚至可以做好大幅度嘅輪換，去確保翻咧球員喺下一場再對住里昂有足夠嘅體能優勢嘅。咁如果阿摩連真係冇做到足夠嘅輪換咧，我都幾肯定係會影響到在之後咧次回合對住里昂嘅比賽嘅。咁所以喺我自己嘅個人希望陣容入邊咧，係希望真係可以做到大幅輪換，抽起大部分嘅主力。咁就例如會出翻復出嘅蘇爾啦、文奴等等咧，去踢最少半場或者60分鐘嘅。而左路翼位嘅位置咧，都可以用阿麥斯去試下翼位嘅效果，到底佢踢唔踢到。而曼治咧，我覺得喺上陣時間上仍然係未夠長，咁我覺得咧都係可以試下踢半場或者60分鐘，然後咧就收翻起佢。咁一嚟可以操翻呢個狀態，二嚟又唔會消耗到太多嘅體能。咁但係我預計咧，阿摩廉應該以呢幾輪嘅習慣咧，應該都只係會輪換1至2個球員嘅啫。咁最有可能會出嚟踢正選嘅咧，就係會係文奴同埋蘇爾，而其餘嘅位置咧，好大機會都係會用翻呢一場本身嘅正選嘅。咁當然喺下一場對住里昂嘅次回合比賽，就絕對會比對住紐卡素嘅呢一場英超比賽咧重要得多嘅。咁我相信阿摩廉就應該唔會咁樣咧因小失大。咁啊唯有咧希望嚟緊下一場，只要球員唔好傷 ，keep 到個體能，留翻咧下一場再對住里昂嘅時候咧，再努力踢，咁就 OK 噶啦。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一場對住紐卡素嘅比賽再見啦。今次條片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嘅話，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個 channel。咁我哋下條片再見。